全港唯一 AI 投資系統，你一定要睇埋落去，因為同你嘅財富咧好有關係。我哋成日都講 AI，但係你有冇應用過人工智能呢？如果我話俾你聽，能夠通過人工智能幫你每個月賺多13000蚊嘅投資收入，你又願唔願意花一杯咖啡嘅時間睇下人工智能投資同埋你嘅應用呢？而家香港同埋全球經濟非常令人擔心，甚至連自己飯碗都唔知保唔保得住。如果你都想每個月有穩定嘅收入，一定要睇埋落去。Newbie Trade 我哋嘅人工智能系統係香港少數有孵化基金支持嘅項目，一定係信心嘅保證。喺呢個課程入面，你會學識3個賺錢嘅核心。第一就係獨家嘅方法揾到爆升嘅股票，第二就係運用 AI 揾到最佳嘅入市時機，第三就係無論升市跌市都能夠穩贏嘅方法。就算你完全冇投資經驗，喺呢30日入面，我會親身帶你一步一步做到你想要嘅投資目標。我有好多學生未完成課程已經賺到學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anet 周嘉慧。最初識 TK 嘅時候咧，就覺得呢個後生仔個樣咁細個，最 surprise 咧就係原來佢喺股票市場已經打滾咗超過10年。出咗一本財經著作，又自己咧開發咗一個 AI 系統。咁早排咧知佢參加咗一個創業比賽啦，攞咗獎，真係好戥佢開心啊！不過睇完 TK 嘅嘢咧，就知道原來可以好簡單啦，因為有 AI 咧就唔需要自己去分析，跟完 TK 學咧就幾個步驟就可以知道咧可以去買啲乜嘢，咁就咧避免咗好多不必要嘅損失啦，同埋原來賺少少錢喺股票度都唔係咁難嘅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咁我叫 Gordon 啦，係一個 artist。老實講，我自己本身咧對股票係一知半解嘅，即係完全係唔敢去試，唔敢去買咁樣去玩嘅。TraderK 真係任何人、任何時候都可以用得到。咁我最想用呢個人工智能創富3部曲嘅原因咧，就係每個月可以穩定啲嘅收入啦。咁等我有多啲時間陪屋企人啦，因為真係你知啦，做藝人即係好多時係啲收入好唔穩定，再加上我又要管理佢個生意，生意又未必係好穩定嘅時候，咁我都會擔心。所以我成日都一冇嘢做，有翻鋪頭去兼顧好多嘢。咁但係真係多咗時間去俾我自己同屋企人啦，即係唔使咁夜翻屋企見到我個女，陪下屋企人食飯，咁我都覺得係開心咗好多，同埋真係舒服咗好多。好啊，我係 Simon 啦，我係一位上市公司嘅財務總監啦，平時都好忙好多嘢做嘅，都真係冇乜時間去炒股票啊。咧呢個系統就非常之好啦，咁佢有啲好清晰嘅 indicator， 其實你跟住個 indicator 去睇啦，然後你自己再做啲分析啦。咁最緊要就梗係上少少堂啦，好好地咁樣利用個系統啦，然後每日其實可能淨係花5至10分鐘嘅時間買到一啲心儀嘅股票，都好滿意啊！對個系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Eddie 陳樂瑤啊。咁我本身係一個珠寶店嘅老闆啦，咁就平時除咗要工作之外咧，仲要照顧小朋友嘅。咁喺認識 TraderK 之前咧，根本咧我就係冇時間去玩股票，亦都覺得股票對我嚟講係好大嘅心理壓力，因為成日都要及住啊，升定係跌啊。有一個叫做人工智能創富3部曲，配合 AI 同埋 TraderK 嘅技術咧，其實要穩賺1萬幾千咧，絕對係非常容易嘅事嚟嘅。如果你已經心喐喐，唔好再猶豫啦，立即撳入呢條連結，我哋會有專人聯絡你。